这是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话语节目。今天是藏历2146年闰1月24号，公元2019年3月29号。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接见新加坡1880俱乐部成员；达赖喇嘛尊者向新西兰恐袭惨案遇难者表达哀悼。西藏人民议会选任宗喀多杰次仁为第15届噶夏噶伦。西藏前政治犯敦中汪清荣获2019年日内瓦峰会勇气奖。藏人呼吁联合国敦促中国停止侵犯西藏人权。感恩俄罗斯活动在莫斯科圆满结束。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三3月27号上午，在达兰萨拉官邸接见来自新加坡1880俱乐部不同信仰、领域及年龄层的80多名成员，并接受了大家的提问。达赖喇嘛尊者在接见会上着重阐释了自己人生使命之一的人类一体性理念，并指出所有人都希望离苦得乐，而且大家的出生方式都无贵贱之分。Basically, entire 7 billion human beings are same human being. 尊者还强调，现场与会人士乃至全人类，虽然彼此存在面容、肤色等微小的不同，但从整体来说，70亿人类不论是在内心思维、情绪，还是在身体大概构造方面都没有差异。达赖喇嘛尊者还呼吁人们努力通过教育，使下一代人享受到一个更加和平、更加富有同情心的世界。另外，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上周四3月21号致函新西兰总理杰辛达·雅顿女士，向本月15号在新西兰基督城的努尔清真寺以及约5公里外的林伍德清真寺发生的连环恐袭中遇难者表达哀悼，并慰问遇难者家属。达赖喇嘛尊者在调研信中指出，我赞赏新西兰民众对穆斯林社区成员在这次的袭击中给予的慈悲与同情，而且在基督城的枪击事件发生后，世界各地不同信仰的许多民众向穆斯林社区表达了同情与支持。3月15号，在新西兰克林顿斯特奇特的穆斯林清真寺发生的连续2起恐怖袭击事件，已造成50多人死亡，50多人受伤。此外，上周五3月22号，第16届西藏人民议会第7次会议的第4天上午的议程中，司政洛桑桑格提名的现任噶夏秘书处秘书长宗喀多杰次仁为第15届噶夏噶伦。经与会全体议员投票选举后，宗喀多杰次仁以21票被西藏人民议会选任为第15届噶夏噶伦。另外，第11届日内瓦人权与民主峰会于本周二3月26号向西藏前政治犯敦中汪清颁发2019年日内瓦峰会勇气奖，以表彰敦中汪清捍卫自由、民主和普遍人权的非凡勇气。总部设在美国的公民力量发起人杨建立先生代表主办第11届日内瓦人权峰会的25个国际人权组织，向敦中汪清颁发了这一奖项。敦中汪清在致获奖词时表示，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站在这里接受这一荣誉，并且与大家分享我所经历的苦难。因为有你们的支持，我才能够在此畅所欲言，以及在这个自由的世界中自由地呼吸空气。敦中汪清还强调，是你们昨天的支持促成了我今天的改变，而我们今天的勇气必定会改变西藏的明天。我坚信，如果我们共同为正义而继续前进的话，不久的将来，藏人们必定能够享受到自由和民主。另外，上周五3月22号，瑞士与列支敦士登藏人社区成员和支持者在日内瓦联合国大楼前举行和平抗议游行活动，呼吁联合国敦促中国政府停止对西藏60年来的系统性侵犯人权的政策。
在此次和平抗议活动上，瑞士与列支敦士登藏人社区向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特女士递交请愿信，并在信中强调，为了和平解决西藏问题，中国政府必须立即恢复与达赖喇嘛尊者特什间的对话。另外，上周六3月23号，法国亚眠市市政厅悬挂西藏国旗活动，纪念西藏自由抗暴60周年。该活动由法国亚眠市市长主持，法国议会议员和支持西藏人士，以及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办事处代表等出席了活动。此外，美国国务院于本周一3月25号发布一份新报告，谴责中共系统性的阻碍美国官员、记者及一般民众前往西藏旅行，强调将依照入藏互惠法案，拒绝向涉及阻挠美国人进入西藏的中共官员核发签证。这份由美国国务院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局向美国国会提交的报告中，详细记录了中共当局在2018年企图阻止美国人前往西藏的蛮横行径，其中包括中共一再忽视美国官员的访问请求，拒绝美国记者报道西藏的要求，以及阻止拥有美国身份的藏人进入西藏。该报告还清楚地表明，依照这条已经生效的入藏互惠法案，国务院将提交一份涉及阻挠美国人入藏的中共官员名单，而美国将按照对等互换法案的原则，拒绝核发他们进入美国的签证。请继续收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由藏人行政中央驻俄罗斯蒙古及独联体国家办事处、莫斯科西藏文化信息中心联合主办的“感恩俄罗斯”活动，于上周五3月22号在莫斯科圆满闭幕。莫斯科西藏文化信息中心代表达赖喇嘛尊者和藏人行政中央向俄罗斯远藏团体和支持人士赠送纪念品，并表演西藏传统歌舞。感谢俄罗斯远藏团体和支持人士长期以来对西藏自由事业的关注和支持。观众朋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